既然託管程序已經開始，我哋想講俾你，接下來可期待我哋提供乜嘢服務。現在你嘅貸款代理人努力咁樣確保滿足你嘅貸款嘅所有條件，而且正喺度收集編製你嘅貸款文件所需要嘅資料，比如存款同埋工作證明。作為借方，有需要解決嘅其他事項，比如向我們或者你嘅貸方提供你嘅保險代理人嘅姓名，以便可將新貸方加到你嘅業主保險單。如果需要嘅話，請提供支付嘅保險費。你嘅貸方可能要求透過託管將貸款資金支付到信透信用卡或者係其他賬戶。請向我們提供賬號資料同埋賬單地址，以便我哋做好準備。收到你嘅貸款文件之後，我哋會按照貸方嘅指示，並編製額外嘅文件供你簽署。有關嘅文件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將包括估計嘅結算單。結算單包含估計結算成本嘅清單，比如貸款費用、火災保險費、託管費用同埋產權保險費。呢個結算單還將顯示估計所有嘅項款或者完成交易需要嘅資金金額。喺聯繫你安排簽署之前，我哋會向你嘅貸款代理人發信結算單嘅一份副本，以供審閱。你可以喺任何老共和產權過戶公司辦事處完成簽署。如果你嘅貸方冇限制簽署文件嘅地點，你亦都可以請求使用簽署服務公司嘅服務，喺你指定嘅時間同埋地點交換文件。文件嘅投遞同埋返回需要花費額外嘅時間。簽署服務公司可能會收取一定嘅費用。無論你喺邊度簽署文件，你都將需要美國政府簽發當前有效嘅身份證明，比如駕駛執照、州身份證、軍人身份證或者護照，以便公證人核實你嘅身份。你嘅貸方亦都可能需要你出示其他嘅身份證明，因此隨身帶一份係明智嘅。我哋希望你熟悉正喺度簽署嘅文件，建議你花多啲時間獲得你嘅問題嘅答案。如果你需要存入資金，請透過電匯或者銀行開出嘅支票嚟存入資金。其他類型嘅資金可能不符合你所在州嘅良好資金法律嘅標準，亦都可能會延遲你嘅交易。你簽署嘅文件同埋存入資金之後，如果有必要，仲有一啲事情需要完成，先能夠完成公證託管結尾嘅步驟。你嘅貸方將喺存入貸款資金之前審核所有嘅文件。可能有其他嘅貸款條件需要滿足。如果物業係你個人嘅住宅，通常有為期3天嘅解約權。喺呢3天嘅時間內，可供你審閱文件。如果你唔想繼續進行嘅話，亦都可以取消或者係撤銷貸款。當滿足所有嘅條件時，所需要嘅文件會記錄喺物業院嘅書記員辦公室。記錄之後，我哋將告知你嘅貸款代理人，以完成公證託管結尾步驟，同時將撥發資金。我哋將編製最終嘅結算單，並向你發送。就稅務嘅目的而言，你應該保留呢個結算單以及其他相關嘅文件。多謝你選擇老共和產權過戶公司。我哋希望你下一次置業
出售或者再融資交易能夠再一次選擇我哋。